非常光明无瑕的佛性，那就是我的本来。所有的瑕疵都是短暂、虚幻，只要我愿意放得下，我都可以让它恢复本来。那一旦我能够恢复本来，不再为是世间所有的外在的形象所迷惑、所拘束、束缚、所染着，我就找到了心性的出路，对不对？所以若乐知解了，就能够放下红尘俗世；如果能够知解，就情愿踏上使命的脚步。同学，你可以认同吗？难在要让他能够佛性开启这件事情不容易。虽然我们的求道似乎是一直可以打开那个佛观，照见自己的自信，而说着很多人的求道，要学修显办，到今天这个功课是不是都还没有很漂亮，做得很好？我们都还需要再去努力的啊！哪天我们都能够佛性开启，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得很踏实。千万不要等到我老了有时间才要来修道，这样就晚了，搭不上这一个目标，那就不能到达平安。你看，这艘法船载了很多，还有很多人还在岸上爬不上这一艘木帆船。